大家好，我係 Dave 哥。點解美股標普500衝緊7000點，睇落好穩，但消費者信心指數竟然跌到84.5，預期指數更插到65.1，係2014年以來最低，衰退警告線以下。呢個矛盾唔係巧合，係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嘅結果。依家 Top 20%高收入群組撐起60%美國消費，其餘80%人只佔40%。房價升到41至43萬美元中位數，典型家庭要用4成半收入供樓，遠超傳統3成負擔上限。12月樓宇合約取消率超過16%，創近年新高，證明中下層消費力已經頂唔順。股市呢邊，高盛話7000點附近，期權莊家每喐1%都要用幾萬張 ES 合約對沖，變相壓住波幅，令個市睇落好扁好穩。但你知唔知呢種穩定其實係假象？一旦有突發事件令莊家 flip gamma， 波幅隨時爆邊、爆上爆落都勁，債市更加危險。對沖基金同 dealers 坐住幾千億美元國債倉位，高槓桿 duration 一有波幅抽升就變定時炸彈。最近5年期國債拍賣多次正 tail， 需求明顯弱。一旦債市緊縮，財富效應逆轉，高收入消費群組都會突然收縮，股債齊跌，繼2022年情景隨時重演。金價衝破5000美元，銀價破112美元。ETF 成交熱過 Nvidia， 呢個唔係炒作，係市場對紙幣制度投咗不信任票，投資者自保逃向實體資產。如果你想避開呢啲表面穩定，背後嘅隱藏雷，搞清楚貧富結構變化同債市波幅對宏觀嘅真正影響，我已經喺 Patreon 放咗深度分析，連結喺留言區，利用專業視角避開盲點，捕捉機會。